刘娘，哎，刘娘，哎，爹，爹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爹，哎，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？等着急了吧？可不是嘛。哎，爹，哎，那事儿怎么着了？那事儿啊，那套烟壶，九爷他留下了。嘿嘿，你猜怎么着？哎，我把那烟壶啊往那儿这么一亮，九爷那俩眼睛，哎，都瞪圆了。是吗？哎，闺女，来，收着。500两。他连愣儿都没打。这么说，这烧窑的手艺，我算是接下来了。哎，咱古月轩这手艺算是断不了喽。闺女，看看那个，什么呀？自个儿瞅瞅。爹，这就是我娘说的那件。哎，你娘在世的时候啊，就说了，你多会儿学会了这手艺，就让我给你买这件衣裳。今儿个我是出了九爷府，就奔了前门大街了。嘿嘿，我到那儿那么一看呐，这衣裳。孩子他娘，咱这闺女可长大喽。爹，爹，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孩子他娘啊，你让给闺女买的衣裳，我给买回来了。哎，你瞅瞅，合适不？娘啊娘，儿如今学会少年古月轩。娘啊娘，九泉之下您可安心？听见了吧？孩子他娘，听见了吧？不安心，不安心。聂师傅在家吗？爹，哎，寿明少爷同这个生人来了。哦，爹，哎，没用的话您可少说啊。这孩子，去。聂师傅，哎，是少爷吧？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哎呦，聂师傅，哎，您吉祥。哎呦，瞧，吉祥，吉祥。哎呦，这位爷是？这是我的老朋友乌世宝，乌爷。哦，火器营整白旗人，幸会。客气。他祖上受封过骁骑校。哦，原来还是位旗主。哎呦，您看，怠慢，来，哎，您坐这儿。您您别快坐。客气，现在我是赋闲在家。哎呀，今儿二位爷这是？乌爷要上您这儿看见宝贝。
哎呦，我这儿破瓦寒窑的，能有什么宝贝？你看看，就是您烧的那套胡家18坡的宝贝烟壶啊！哎呦，那您二位啊，这还真来晚了一步。那套烟壶啊，我已然出手了。聂师傅，少爷，这吴爷，困住了。聂师傅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位吴爷不但画的一笔好画，还写的一手好字。是。您瞅瞅，哎我这儿带着个小玩意儿，哦这个就是吴爷起的花样，哦啊，仿正板桥。还有点意思吧？嗯。您再上眼，啊，上头那些个题字，那都是吴爷自个儿的书法。哎，好，好，见神韵，见神韵。让您见笑了。吴爷，要说您这2笔字儿，那还真不含糊。哎，说句不干嘛的话啊，您要是干我们这一行，那一出手，他还就低不了。哎，这个是句玩笑啊。您是位棋主，哪能跟我似的耍手艺不是？这么说，还真看得过去。何止啊您呢？得嘞，这回我算是捡着了。记这样的话吗？里个隆个隆咚里个隆隆，哎，我还是自己个儿留着吧。嘿，这怎么话说的？哎，啊，聂师傅，哎您看这不越说越近乎了，不是？是。哎，吴大爷文玩鉴赏，爱好书画，可惜他这些年呐，没遇上一位名家。他心中敬佩您，技高典雅。不敢当。古月轩的烟壶好啊，称得上是一朵奇葩。为了能看看您那宝贝烟壶，连旗主的身份全都放下。今天您不冲着我呀，您也得冲着点儿他。您可切莫要把汤拿。我说少爷，就您这张嘴啊，那能把死人说的蹦三蹦。您呐，吴爷，实不相瞒，今儿早晨呢，九爷府把那套胡家18坡的烟壶，他给留下了。哎，完了，烟壶进了九爷府，这辈子甭打算再看见这件宝贝了。这是啊，哎起个大早，赶个晚集，合着白来一趟。嘿，哎，聂师傅，哎，您这儿又起什么花样呢？啊，您，哟，这不是老嫂子吗？哎，哎，这是哎，还不是头年八国联军造的孽。啊？洋鬼子一把大火烧了这半条胡同啊！老嫂子就是让他们给活活烧死的。聂小轩，谁呀？这是？聂小轩在家吗？是徐焕章这小子，就是原先您那家奴。我看见他就恶心。我也瞧不了这个，干脆咱里屋躲躲去。聂师傅，哎，二位，吴爷，走，咱上里屋去。我说这屋里有带气儿的活物没有啊？啊？怎么连个响屁也不放一声啊？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这么说话，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感情是徐大巡官，掌嘴，掌嘴，掌嘴！来，您坐，来，您快坐。聂小轩在。发财了，露脸了，哎呦，哪儿的话呀，您那？不认识徐巡官了吧？哟，不敢，
就这方便左右，谁敢惹您这巡警衙门的徐大巡官不是？知道就好。是，来，我说，来，给我也烧一套你那18件的烟壶，啊，哎，老样子我可不要啊，我全要那个仿金瓶梅花样的，那好。哎呀，古月轩可没烧过那个，我也不会，还是烦请徐大人呐，您另请高明啊！他们撅我，哎呦，不敢，好大的胆子！我是真不会，我还敢蒙您呢啊！我瞧你一准是漏网的义和拳。哼！别介，徐大人，你这少罪名废话，走，巡捕衙门。走！徐大人，我你听我说，徐大人，哎，走！我说这是谁这么大的威风啊？谁呀？是东庄徐大柱的儿子徐狗子吧？怎么不认识了？主子爷，您吉祥。别看你换了一身皮，又信了天主教，可我还是你的主子，你还是我的奴才。那是，我还是照样教训你。乌爷，您甭跟他真生气，您叫他自己个儿知道他是什么变的，也就成了。主子爷，都怪奴才瞎了眼，也泼得好，骂得好，谢谢爷您教训奴才。我这也是为了你好，年纪轻轻的这么不知自知还成啊？别忘了自己个儿的身份。这，客吧。那奴才就跟您告假了，告假了。吴大爷，今儿幸亏您在这儿，哎要不非捅个大牢子不可。是，太谢谢您了。全仗您了，哎呦，您瞧，也没什么可孝敬的。哎，这么着，过2天呀是9月9，我请您同着寿爷，咱们天宁寺登高，回来咱们吃广和居。吴爷，这您一定得赏脸。哎，对，这我可不敢打扰，我是早就想教训这小子，不是特意给您拔创。我明白，乌爷，刚才您往这儿一坐，这气派啊，还真有点这英雄劲儿。是吗？那他感情怎么了？就冲这个，说什么我也陪您上广和居，咱解馋去。咱就这么说了啊。少爷啊，就凭您这张嘴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挑肥的拣瘦的，哪回落裤了？丫头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烈士傅，哎，你说这孩子，我这张嘴碰上大侄女，那是什么能耐也没有了。得，认输。得罪，这孩子惯的没样。是姓聂吗？谁呀？回去。爹，我说，谁是吴世宝啊？我是您呢，就是你呀！有什么公事吗？有人把你告下来了，说你是漏网的犬匪。走吧，跟我到巡抚衙门打官司去吧。九爷回府。奴才给九爷请安。九爷，这次南顶赛车一准是出师大捷，算你小子猜着了，赢了，大赢！哎呀！哎呀，九爷，奴才就说嘛，九爷您呐是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哎翁哎呦。
您又是王爷的老疙瘩，论财富，京城一妹您是首家。奴才我伺候着。哎呦嘿，您几张天花。九爷，九奶奶等着您回话呢。哪个九奶奶？是城里的还是这儿的？那自然是这儿的呀。什么事儿啊？九奶奶今儿是溜溜一天都没出门，就等着伺候您呢。哎呀，这些这小娘们今儿是怎么了？想当初她上着你的时候，班子里怎么了？班子里的人就不是人了。哎呀，是人是人，是我的人。九爷，宝贝儿，自打我把你从班子里接出来，你说九爷我待你怎么样？九爷待我恩比天高。哦，何以见得呀？九爷。自打我翠仙儿走了进了爷的家门儿，一步就登上了天儿，要塞就换了个人儿啊，是奴哎，换币多呀么多神钱儿，爷的那儿爷的翠仙儿，我没有一点儿不称仙儿。小鸟有福气儿，飞上了高树枝儿，也不打也不骂，也是我的勇狼犬儿啊！听戏哎，唱曲儿，我还和翠仙儿斗闷子儿啊！九爷您就是那。什么？大不啦大一大大忒。庙里的那尊神儿，真不愧是花国之魁，这小嘴还真能甜和人。宝贝儿，我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。爷，您尽管吩咐。是这么当的事儿。前2天呢，我到宋王府跟老王爷商量点事儿，看见老王爷他新淘回来一条西洋狗。西洋狗，这条狗那是高山岭小细腰，浑身乌黑锃亮的毛，它2只耳朵直愣着，宝狗。我当时就想把它拔过来呀，可老王爷说了，得让我拿最心爱的物件跟他换。宝贝儿，你说什么是九爷我最心爱的物件呢？九爷，就是您这套呼家18魄的宝贝烟壶啊！不愧是我的人。可老王爷他还说了，得让我拿活物换活物。活物，宝贝儿，九爷我最心爱的活物，有哪个能比得上你呀？所以我打算拿你再打俩好蛐蛐儿去换王爷那条狗。九爷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翠仙儿虽是您的外宅，可还跟您夫妻一场，您可千万不能拿我去换那条狗啊，我的九爷！我跟你逗着玩呢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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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过你要是跟别人飞眼掉棒子，让我知道了，
我就拿你喂狗。哪儿敢呢？还要命呢！嘿嘿嘿，宝贝儿，咱们这么着啊，待会儿啊，套辆车上廊坊头条首饰楼，给你打副金镯子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哎，怎么着，还让你挎车沿儿坐着，这总成了吧？嘿嘿，宝贝儿，给我笑，给我笑！回九爷，有屁放！徐焕章求见。回屋里把脸洗洗，等着我。九爷，您吉祥。哎呦，感情是徐大巡官呐！你不在肃王府陪着老王爷谈古论今，到我这小庙有何贵干呢？哎呦，九爷，您可真会说笑话。奴才今儿个来是想尽点孝心呐。奴才从东洋人那儿淘回来点鼻烟儿，听说呀，这是日本天皇的御用鼻烟儿。奴才怕消受不起呀，特意来孝敬九爷您呢。那就试试吧。哎，啊切！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！谢九爷。这烟儿是不错呀，可这烟壶惨了点儿。您圣明啊！这要比起您新得的那套古月轩的胡家18坡来，这得扔。你小子不愧是干巡捕的，狗鼻子好使。奴才这鼻子是好使了，可没那眼福，不是？怎么着？想瞧瞧？用奴才怕没那福分啊！连棍儿，这让他见识见识。这谢九爷。留神啊，别失了手。哎，那是。哎呦，好，为天有眼分，西，念西，西何不见我独漂流？为神有灵分。西，您瞧我这狗脑子，西河是处我，天南海北头。我不负天西，天河配我梳皮。我不负神兮，神河激我越荒愁。只自八婆西，你排忧，何知去城西，心转愁。这是第八婆。好，这可真称得上是无价之宝啊！不过有话说。九爷，不过那烧烟壶的人尚在，他要是再给别人烧一套，那您这套可就不值钱了。你是说聂小轩啊？这个好办，我先宰了他。不，九爷您得留着他。留着他？您不是不知道啊，那洋人也稀罕这古月轩，您留着他，将来有用得着的时候不是？那我这套烟壶，它不就不值钱了吗？您不会给他找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严实地方，把它给存起来？严实啊，严实地方。难得你对我一片忠心，李贵儿，这赏徐巡官一匹好马。谢九爷，跟他到马号挑去吧。九爷，那严实地方，您上名。我说徐巡官，来了。想拿古月轩巴结肃王爷和东洋人做梦，留着聂小轩得先为九爷我受用，且轮不着你小子呢。
回九爷，聂小轩求见。呀，真是一脚踢出个屁来，寸了，传。传聂小轩。是否被捕？是在冤。我舍脸求九爷为他斡旋，不知他是否帮忙我心悬念。叶小轩叩见九爷，给您请安。起来吧。谢九爷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小的有件小事儿，想求求九爷。说吧。哎，他是这么档子事儿。我有个知近的朋友叫乌世宝，也不知道得罪谁了，硬说是漏网的义和拳，给抓的刑部，一堂没问就给打的死囚牢里了。乌世宝这事儿我倒是听说了，哎不过你找错人了。这件事儿你得到东交民巷找洋人说去呀。庄子是日本使馆递的，人是刑部抓的，你找我有什么用啊？九爷您德高望重啊！谁不知道您和刑部中堂老大人那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把兄弟，您的一张片子就能把人给送进去，他也能把人接出来，不是？所以小的斗胆想求求九爷，您给说个人情，要不然他在那里边，这辈子恐怕就出不来了。出不来了？是啊。这么说，那个地方严实，严实，严实。那大牢里还有不严实的？那好，聂小轩，你朋友的事儿我没工夫管，九不过爷我倒是想把你也送到大牢里边去，跟他就个伴儿。九爷，您这是吓唬我，小的又没犯法，您哪能把我送大牢里去？我知道你没犯法，不过有人跟我说了，你要是再给别人烧烟壶的话，那我这套烟壶它不就不值钱了吗？所以呀，我想把你先送到大牢里边借住几天，那个地方严实啊，免得别人把你抢了去。不，九爷您可不能啊！九爷啊，我家里头还有个孩子，我要是进去了，他可怎么办呢？九爷，您可万万这个你不能放啊！心，我叫他们月月给孩子送钱去。你在里边住着呢，也受不了什么委屈。住房给他房钱，吃饭给他饭钱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里边住着可吧。九爷，怪事年年有，没有那个今天多。见怪不怪，再怪也有因和果。宝贝不常有，为他的是非多。是宝不是宝，是福是祸真难说。苦人年年有，世人可见得多。苦水往肚里咽，再苦也要把人做，再苦也要把人做，再苦也要把人做。总算是不烧了。
去！哎，老爷子，您悠着点儿，悠着点儿啊！我给您倒点水喝。哎，来来来，您喝口水。来，哎，今儿个您觉活着怎么样啊？兴许是又还阳了吧？吃口东西吧，您可都2、3天水米没打牙了。先愣了。我说吴爷呀，哎，您可让我说什么好哦？要不是您这么紧着拦着，我们老姑母俩早就团圆喽。您快别这么说了，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么点有德行的事儿，您还总挂在嘴边上。其实呢，这也是您不忍心撂我一个人儿在这儿耍单儿，不是？吴世宝，吴世宝，我这儿给你道喜了啊！哎，同喜同喜。同喜。吴世宝啊，吴世宝，在这儿1年是不是给你闷出毛病来了啊？赶快出去凉快凉快吧。这新来的中堂大人要提你复审。聂师傅，这么说，咱们要有出头之日了。真的啊！您没听他刚才说？两码事儿，两码事儿。这刑部换了中堂，跟你对头人有交情的那几位主持爷也全都走了。今儿呢是提你复审，没他什么事儿。他呀，你也不琢磨琢磨，这他是谁送进来的？有哪个中堂大人敢管九爷府上的事儿啊？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走！我说聂师傅，您可得想开着点儿。兴许啊，是九爷他把您给忘了，哎，这保不齐哪天他就想起来了，您说是吧？那他要总想不起来呢？雨中，饱尝苦滋味。有谁知狂风鞭打残灯吹，年迈人遥遥无
我托雨水，我托雨水，祖宗的老规矩，小轩不能，小轩不能违。宣家婿传授一事宜，让美笼中鸟插枝难飞，好儿决意愧对先辈，举头无言面对苍天，低头垂泪，不伤悲。低头垂泪，徒伤悲。低头垂泪，徒伤悲。吴爷您慢走，吴爷您慢着点儿。吴爷，您这官司总算是有盼了，您在这儿也委屈不了几天了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，好说好说。聂师傅，聂师傅，哦，回来了，啊谢料了。啊！这么说，大人说再等几天落案就放人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给您贺喜了，贺喜！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聂师傅，您这都是为了我才遭这么大罪的，世宝对不住您呐。吴爷，您坐，您坐。聂师傅，坐，坐，我有话说。哎，我们家的古月轩到我这辈儿是七世单传，从来都是配料烧窑，男女各领一功，互相钳制，这也是为了确保这绝技不外传呐。现而今，是我配料，柳娘烧窑，这才保住了古月轩。可是，这天有不测风云呐，万一这手艺要是绝在我手里，我可就是个罪人了。哎，聂师傅，九爷那边不是？你听我说，哎，您说，我听着。只要这手艺能有人继承，我自个儿也就生死由之。我也看出来了，这牢啊，我不作死，也得病死。这手艺再不传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吴爷，现而今只有你我二人，这也是缘分啊！我就求您成全了啊！求我？求您，我求您把这手艺接过去。就凭我学绝技？哎呦，聂师傅，这我哪承担得起呀？吴爷，聂师傅，哎，聂师傅，聂师傅，聂师傅，此事重大，
我不敢单称，手脚出汗，脑袋直发懵。您让我糊个风筝，一看就懂。逗蛐蛐少话妹，咱也特门清。写个斗方字儿，我把魏背中。画两张花卉翎毛，那是咱本宫。古月轩是绝技，人人都称颂。时间短，技一绝，我怎能学得成？姑爷，聂师傅，我跟您说，姑爷，姑爷您能写绘画，您大才有用。只要您肯学，苦练定能成功。古月轩全仗配了天衣无缝，皆因是亲传自家，守口如瓶。现而今我身遭厄运，心放心，我决意把古月轩的绝技对您讲明。我这是诚心托孤，真心传意，苍天作证，别免得一时传语遭害，请求您莫推辞，发慈悲，把我的重托应承。哎，聂师傅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敢以老师自诩，我是求您学艺，是吧？我求求您，您就给我这个死后瞑目的机会吧。师傅。莲呀莲花灯啊，今儿个点了，明儿个扔了。莲呀莲花灯啊，今儿个点了，明儿个扔了。莲呀莲花灯啊，今儿个点了，明儿个扔了。自那日一出门，一去为凡，我父女离别近一年，看眼前老眼现实，老眼现实呼啸烟，想起儿不如他好心酸。一年来孤苦伶仃，有谁相伴？帮儿为
柳娘，闺女。爹，哎，爹，孩子，你可是受委屈了。爹，您可回来了。哎，不哭，不哭啊！你看，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爹，爹，哎，您受多了，在里头遭罪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不是一直跟世宝关在一块儿，多亏了他照应我，没遭什么罪。世宝他来过了，没有啊，他也出来了。半个月前他就出来了。哎，我托付给他了，怎么没来呢？他也是刚出来，家里哪能没点事儿呢？兴许安置安置，也就来了。爹，哎，您饿了吧？我先给您揪点片点吧点吧。一会儿我上门脸买点肉，咱们羊肉饺子，给您压惊。家里有人吗？师傅，少爷，龙哥哥，真回来了！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！好啊啊！今儿早晨呢，哦九爷府派人把我接出来，说是在家候着，随传随到，哦，随传随到。随传随到。哎，人回来了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师傅，我这儿给您请安了。哎呦，世宝啊，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？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手里一个大子也没有。这不靠您教我的手艺，挣了20两银子，我赶紧奔这儿来了。哟，少爷，哎，大姑娘，乌大爷，乌大爷，让您受委屈了。这场官司都是因我们才吃的挂烙啊！不，是徐焕章这小子早就憋着害我了。哎，怎么还都站着呀？坐下，坐。少爷，您快坐，您快坐。好，爹，你也坐。瞧瞧，还干着呢。哎呦，二位先坐着，我沏茶去。哎，好。啊，要说柳娘这孩子，家楼外头那是一把好手啊。可惜呀，落在咱这家里头。叶子不好，哎，对付着喝。哎，反正啊，也都不是外人。乌大爷，我们一直惦记着您，您府上都吉祥啊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净顾说我哥儿的事儿了。世宝啊，你家里头都还好吧？啊。嗨，一言难尽呐。去年冬天，我家里的就让徐焕章给逼得上了吊，那所宅子也让他给霸占了。5岁的儿子让刘奶妈带回他三河县老家。现如今，我是家破人亡啊！那么一个大家，就这么毁了？毁了！听说乌大奶奶那些珠宝啊、首饰啊，让徐焕章都孝敬了日本使馆了。哎，这可叫个什么世道啊！这是。哎，师傅，这点银子您先垫吧着用，本来也是送给柳娘过日子的。现而今我已然回来了，
哪儿还能再让你背来呀？这是我画圆弧赚的，要没您教我的手艺，我一个大子也挣不来，不是？再说您刚回来，爷俩哪不需用钱呢？我用不着这个。如今晚我是一个人吃饱，一家子不饿。世宝啊，这钱我不要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多会儿过来跟我画古月轩呢？口说千日，可不如手做一时啊！师傅，在监中您只有传一时宝，我也是尽朋友之道，才勉强而笑。您归来应挑选，有为年少，我哪能趁人之危偷走绝招？难道你？您真是书呆子，可气又可笑。多少人磕头碰脑的想把绝技消，我爹他一个徒弟也没要，现而今反让他上赶着教，这也是他看中你老实厚道，再报答你为聂家含冤坐牢。我说姑爷，聂师傅谈妇女诚心诚意，您老是窝窝囊囊，软的没法提。今天我做证人，您快快行礼。哎，来，你，哎，怎么还傻站着呀？坐着他叫人干着急。我说姑爷，你赶紧磕头啊！你师傅，哎对，来，一口手，哎，再口手，哎，三口手，哎，行了，别的，还有这样的师娘啊！来，这儿师娘，哎，一口手，哎，再口手，三口手，行了吧？那什么，那我这个证人就免了吧？哎，少爷，不行，我呀给您磕一个。聂师傅，哎，今儿个是盂兰会期，您正式的收徒，我这儿给您道喜了啊！同喜，有喜，同喜。该轮着我了。哎，这可得叫师哥啊！对，师哥，我们这儿给您行礼了，往后还请您多照应。师妹，往后也请您多照应。聂师傅啊，如今呢，你们已经是一家人了。哎，这银票您可得收下，您就全当是世宝的这拜师礼吧。得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收了。收了。哎，世宝啊，哎，你在哪儿住着呢？在磁器口杜家老店住着呢。哎，住店那是长久之计呀，不如搬过来。东二房收拾我住，西屋就让给师哥吧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世宝，你看呐，你看看，这师徒如父子，这才是久处之计呢。这么着，我同这世宝吧回去收拾，明儿个就搬过来。走，是吧？别介，怎么着也得吃了饭再走啊。今儿个是盂兰会期，爷儿几个痛痛快快的喝几盅。别介，咱改明儿再喝，咱让物业做东。你又惦记着解馋。大侄女儿，你这明儿见吧，咱们。走吧，物业。哎，世宝啊，明儿个可早点过来。哎，少爷，我说物业啊，您留神了没有？什么呀？柳娘那孩子，是个热心肠，感情。哎，您要是有意，少爷，祖宗有制，满汉不通婚，您不是不知道啊。狗屁！那咸丰爷在圆明园收的那四川娘娘，哪个不是汉女呀？您呐，整个一棒槌。
中秋的圆月悬在空，抬头遥望广寒宫。银色的光洒满苍穹，云遮云散映葱茏。不知何时起了一阵风，乌云遮月雷声隆。不知何时起了一阵风，乌云遮月雷声隆。中秋的圆月悬在空，抬头遥望广寒宫。银色的光洒满苍穹，云遮云散映葱茏。不知何时盼了一阵风，吹散乌云月光更明。不知何时盼了一阵风，吹散乌云月光更明。吹散乌云月光更明。我说聂师傅，哎，自打您收了世宝这个徒弟之后，您是话也多了，哎，这腰杆也直了啊！这旗呀，还长了呢。这一下午了，我愣是一盘没开张，邪了门了啊！哎，我说，要说我跟世宝我们爷俩，那还真是投缘对劲儿。这孩子学手艺那是真用功啊，那小人极了，赶枪，就这声里的事儿啊，你跟他一说，他就懂。没想到啊，我老了，还收了这么个好徒弟。得嘞，将，这招厉害呀！要不怎么说长了呢？哎，我垫上。还好骑呀！走。哎，我说，有风了。哎，凉风下来了啊，真利索。我说大姑娘，有什么活计啊？拿外边做来。哎，院里头凉快啊！哎，哎呀，来了。来了。呵，二老这棋还没下完呢，瘾头还真不小。他不服啊他。哎，我说聂师傅，哎，我瞧这汗摊儿，不像是给您做的呀。这是下您的棋吧，哪儿那么多话呀？这话有哪儿错了？得，下棋。出局。一针针，一线线，千金重在。多少情，多少
留点神呢啊，心里都想什么呢？嗯，搁住喽。瞧着您那车，让人家踩着呢。哎呦，还真踩着呢。我说你给他提这醒干嘛呀？他都反6回了，他。您想什么呢？这孩子，这把这拿过去。哎，我说这天儿可都这会儿了啊，咱这棋呀也就要见输赢了。哎，我说大姑娘，给咱预备点酒喝行不？您这话呀晚了，啊酒早打来了，酒菜都得了，肉丝拉皮儿，还有天兴楼肉杠子和的菜，耽误不了您呐。哎，大侄女，别忙活啊，我这就走。今儿8月节，我呀得早点回去陪你婶子吃团圆饭去。哎，那可不成。我师哥知道您今儿来，昨儿下午就去正明斋买的月饼。是啊，可不。哎呀，要不这么着，您二老先喝着，待会儿我把婶子请过来一块儿拜月，完了咱们炒菜面，再尝尝正明斋的翻毛月饼。哎，少爷，咱们可就这么着了啊走。那我看咱这棋呀，也就了了不。将。您说我在想哎呦，你再想，咱多会儿喝上这酒啊？你没瞅出来呀？人家现在可顾不上咱们喽。我说爹，哎，您这些日子是怎么啦？啊，说出话来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。我又哪儿不对了？我怎么样？少爷，您给评评理儿。这怎么样？少爷，对。您说，今儿个是8月节，我怕师哥心窄闷出病来，就想把这旱摊儿赶紧赶出来，也好岔乎岔乎啊。嘿，您瞧我爹，他敲着撩着的。嗨，你我盼什么呀？我还不就是盼着这一家子和睦啊！这倒是句明白话，我给你们拿酒去。哎，大侄女，别打我的份儿啊！少爷，你要走，往后就别来，谁跟谁呀，这么不实在。我说嘿，这点气儿又撒我身上了。他那气儿啊，那是假气儿，他这叫唱洋梆子。来，少爷，你快坐，快坐。少爷，哎，跟您说啊，哟，哎呦，酒可有的是。真是的，您多喝点儿。多喝点。哎，得。爹，这世宝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多咱出去的？吃了早饭就走了，溜溜一天了，上哪儿了？这是。人家孩子毕竟是大家子弟，那还能没仨亲俩厚的？兴许是在外边遇上什么朋友了啊？他呀，有也是狐朋狗友。少爷，我可没说您是他的真朋友。我这孩子这啊，这是喝酒，干！来，晚上，哎，得您，晚上，多。我说聂师傅啊，自打世宝搬过来，您这儿可不光是添了个人呐，啊，那是添了一盆火呀！是，想把您这一家子给烘的是暖暖乎乎啊！可不是吗？哎，少爷，来，吃菜。不过，这盆火里头还缺少点什么？什么呀？月老啊！明白，您呐，算是点到我心病上了。哎，不过少爷，这您清楚，我这脑瓜子上可还顶着个随传随到的雷呀，九爷府的门槛那不是那么好迈的。哎呀，我也想尽早的了这桩嫁女的心愿，可是世宝毕竟是官宦家的子弟，那又是上3旗人，您咱怕呐，这
这什么上三旗还下三旗呀？那吴爷在牢里连旗级都给削了，是还上三旗呢？是。换句话说了，如今晚这个旗人能跟老祖宗刚入关那会儿比吗？那我倒是旗人呢，又怎么着啊？不就是1年领2斤老米，1月关3两银子吗？还他妈净欠饷！您更何况这位吴爷，压根儿连个骑兵也没补上过。哦，您甭听他嘴里头成天这消旗消，那是他爷爷他妈那辈儿上的事儿。人家孩子可没净说这个。我们这个旗人呐，就是有爱吹2口这小毛病。您呐，得嘞，少爷，既然您给做大媒，我还能驳您的面子啊？哎，你容我跟闺女商量商量。这么着，一半天我一准给您个回话。得嘞，就这么着，那我就跟您告假了。你瞧，你还真走？我得回去。哎，我等会儿世宝回来，您替我回一声啊。得。哎，少爷，哎，说走还真走啊！你瞧，今儿不比往常，我得回去。那您稍耗耗。哎，儿啊，趁着孩子高兴，今儿就提嘛。哎，少爷，哎，带上这个，兔爷，回去跟婶子过团圆节去吧。还是大姑娘想的周全，那可就谢了。你瞧谁跟谁呀？来串门啊！哪儿不去也得上这儿来，回去吧。哎，闺女啊，哎，闺女，这儿瞅什么呢？啊？爹，哎，您还喝不喝了？啊，不喝，我们收了。那喝呀，我还没喝呢。闺女，来，你也坐这儿，趁着世宝不在呀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您说吧，他在不在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那你呢也知道啊，这传艺嫁女是我的2大心愿，这也许是天意吧。出了这么个乌大爷，他又没了家眷，我想呢，咱就按照祖上的老规矩，收徒收姑爷一块儿办，你看成不？不成啊，头一样，他是旗人，满汉不同婚。他在大牢里就被削了旗籍了，还算什么旗人呢？第二样，他是官宦世家，他不能当一辈子老百姓，咱高攀不上。他们祖上那点军功啊，早归了他大爷那支儿了，他自个儿连个骑兵也没补上，跟咱还不是一样吗？这么说，您乐意？我是乐意呀，那你不乐意啊？平心而论吧，啊，我是100个不乐意。哎，可是也晚了，这话你应该在他来之前跟我们说。如今你把道都给我们画好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又画什么道了我？爹，嘿，现而今咱爷仨住在一起，整天些做伙计，形影不离。男人话，女人少，这是定律。这定律是祖先意，多少代要承袭，谁敢违背这条老规矩？
真要是不愿意，爹不难为你呀，哎，绝不留着我的闺女长期住一起，确实不相宜，立马让她走哎，免得招嫌疑，省得你心里头觉着委屈呀，哎。什么呀？得，我让他呀立马搬家。这要搁着我的性子，我是一辈子不跟他合着做活，让他有人画没人烧，那您这徒弟不也就白收了？对，那他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你可让我怎么办？那我们不管，谁让您当初不想好了再搬来着呢？那是，您说的是，我的大姑娘。哎，你说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？当初让乌大爷住在西屋，他是谁的主意来着？哎，反正啊，您不答应，他是来不了啊。你个小家巧，还想跟老家贼斗心眼儿啊？你呀，还差这么点儿。爹，您干嘛呀您？哎，爹，您坐。哎，闺女啊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哎啊，那师傅、师妹，都这儿凉快呢。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弄的这身土！你等会儿。我说世宝啊，这溜溜一天你上哪儿了啊？上我大爷那儿请了个安。他说了你了？他说我消了奇疾，跟乌尔雅氏没关系了，今后不许我说自个儿是奇人，不许我再姓乌。洗洗，把那身晦气都冲干净。哎，这，师哥，你也忒没出息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去忍高枝儿啊？家破人亡，人家早听过您吗？凭什么上赶着挨他们的刺儿？换上这个，不是我说您，人活在世，争的就是一口气。我就不信你乌大爷这辈子混不出个人样来。世宝啊，你给我句话，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凭着手艺吃饭呢？师傅，从今往后，我乌世宝要是再三心二意，天地不容。好，我这儿就是你的家，师徒如父子，我就是您儿子。慢着，这个家我还做一半主呢，也不问我们乐意不乐意。师妹，你还能不收留我？那不一定，我得看看你能不能有点出息。换上这个，哎，往后别上外面招摇去，我们可丢不起这份人。师妹，这鞋你看它怎么了？哎呦，反了！聂小轩，哎，谁呀？别乐了，九爷传你马上回话。跟我学东洋话，他府邸犹如我的家，他能去东洋被洋人宠，我得钱得势我笑哈哈。这洋玩意儿真不错。
嘿，凳子，快！嘿，这痰盂有放屋子中间的吗？啊，去，下去。这都什么下人呢？这点眼力劲儿没有。哼，我得放这儿。哎呦，行，给拿过来吧，放这儿。我说，你们这也叫当奴才啊？啊，嘿，想当初我在齐主府里当差的时候，主子只要这么一咳嗽，瞧见没有？这痰盂就得滴上来，这还用吩咐吗？主子传话的时候，哪句躬身后退，这都有尺寸管着呢。你说像你们这么随便，这都什么奴才呀？连句劝都听不进去。哼，就这样还能当好奴才？哟，都坐那儿了。九爷，咱再来。咱们来哪句呀？咱先来问好。您听这样啊，口你几娃，抠你鸡娃。好。九爷，要是加上动作就更好了。您瞧啊，口你几娃，抠你鸡娃。好。您坐。捆绑娃是晚上好。捆绑娃，怎么都是娃呀？那咱换。咱来再见。这么说，您听啊，再有那了，该拉了，该拉了。也和那拉，九爷是撒油那了。撒油哪儿了？九爷不是撒油哪儿了，是撒油那儿了。去，你也错了，我也说错了，不学了。哎，九爷，这次您放羊去日本，人日本人点着名的让您当随员，嘿，那是多大的面子呀！回头到了那儿，您再来上他几句东洋话，那才透着近乎。我这，我早就想到这儿了，我已然派人传聂小轩去了，马后炮。九爷，奴才这儿准备了一份8扇屏的画样，请您过目。前边是骑羊马、跨羊刀的日本人，后边是天坛午门正阳门，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？这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行乐图啊！您这次去日本，主要是向人家赔不是？您琢磨，还有比这画样更应景的吗？这话靠谱。待会儿聂小轩来了，我就叫他照着这个花样再给我烧一套古月轩的烟壶。聂小轩这老小子是他妈死倔闷脏，见了这花样他不准烧。我是一定要给日本天皇和山口司令备份厚礼。可送点什么好呢？依奴才之见，您送给日本天皇这份厚礼，那既得是奇珍异宝，更得是精巧的稀罕之物啊！要是把我的胡家18坡的宝贝烟壶拿去，敢说那是在大清国蝎子拉屎独一份儿。那是啊。不过，九爷，您说像什么蔡文姬呀、左贤王啊，人家外国人根本不懂行啊。您不如再烧一套对着洋人心思的新花样，这也显着九爷您圣明。你就说是这个花样，是这意思。聂小轩来了，我就叫他烧这套烟壶。我琢磨着，您是不是应该先给他来个下马威？给他老小子来个敲山震虎。
主意啦！算你小子有损招，敲山震虎叫他自摸刀，管教那糟老头子心惊肉油跳，把血迹往外掏。你小子有功劳，赏银千两入腰包，再赏你一对鸽子自个儿挑。谢九爷。列官儿，这待会儿给徐巡官开张银票。这聂小轩来了吗？聂小轩在外等候多时了。传。传聂小轩。聂小轩给九爷请安。罢了。哎呀，在大牢里住了这么几天，你倒是发福了，胖了。回爷的话，我这哪是胖了，我这是胖了。这次能活着回来见您，那全仗祖上的阴功啊，也全托九爷您的福啊。我还有用你之处呢，哪能让你见阎王去不是？是。今儿个我把你叫来呀，就是想买你一样东西。自是小的有的，您尽管拿；没有的，我给您捎去。这还不好办吗？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叫我瞧瞧。手伸出手来让九爷看呐！快点去！快！小的这手，它没什么可看的。我就买它，买你这双会烧烟壶的手。他是说要买，他是说要买。九爷说要买你这双手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那就开个价儿吧。九爷，这手长得小的身上，他才能烧烟壶。你要是把它剁了去，他可就什么都干不了了。那就连人带手一块儿卖。身价银两由你说，多少？快回九爷话，九爷没工夫陪你这玩儿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工夫啊？今儿个九爷我有功夫。奴才多嘴，奴才多嘴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是单卖手啊，还是连人带手一块儿卖呀？怎么着，两样都舍不得卖呀？那好吧。看你胡子拉碴的，就给你指条明路。你要是两样都舍不得卖呀，那你就给我再烧一套古月轩的小玩意儿，这总成了吧？您说什么？怎么傻了？快回九爷话。姓徐的，我们这是谈买卖的，没你插嘴的份儿。李官儿，这开银票打发他走。这。谢九爷。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九爷，您甭说一套，您就是3套5套，你要什么我给您烧什么。这还是句人话。桌子上有幅画样，你就照着它再给我烧一套古月轩的烟壶就成了。是。九爷，这可不能烧啊！怎么了？难道还有什么讲究吗？这明明画的是八国联军进北京，怎么了？你烧什么不是烧啊？你不就是个烧烟壶的吗？是。可手艺人也是人呢，我要是烧了这个，往后小的可怎么做人呢？这我就管不着喽。九爷，我求求您，您给换个花样吧。列官儿，这把花样给他装好了，带上。这再赏他300两定钱。九爷，我给你2个月的期限，到时候你要是交不出新烟壶，我一准儿剁掉你的2只手。
或天地间，步步总是那么艰难。大地那个茫茫，碌碌染雪斑斑。心存至高远，跋涉那个在人间。大地茫茫奔碌碌，碌碌在脚边。大地茫茫奔无路，碌碌在脚边，碌碌在脚边。世道有幸，列门学徒，出世那个身手，细心会裁糊，画的是梅兰竹菊四君子，自觉这色调雅，传世不俗。师妹的手艺巧，令人佩服。我们二人同心协力，才烧出这好烟壶。虽说是朝夕相处，我这心曲却难倾诉。也不怪师妹她叫我小嘀咕，落魄的奇人今有人扶，他爷儿俩的情谊重，才免却我的孤独。越感恩越不敢把那烟壶给师傅看，还是请师妹先品头论足。师妹，师妹，你有空吗？哎，这就来。师妹，我在这儿呢。师哥，你有事儿吗？啊，又是您这套四君子。是，师妹，我就是想让你再看看我这套四君子图的烟壶，真的说得过去吗？师哥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这套烟壶的色彩、坯子、图样都是上等，您就放心吧。我还能蒙您。我就怕师傅他不这么说。哎呦，您可真是个小嘀咕。不是我嘀咕，自打师傅从九岳府回来都1个月了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这不，又快到我娘的周年了吗？去年这会儿，她人瘦了1圈儿。那这会儿给他看，这会儿给他看正是时候。他有你这么个争气的徒弟，也好解解心宽啊。一会儿老爷子回来，你就递上去。哎，有什么事儿，我给你兜着呢。给您添麻烦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老爷子，上哪儿遛弯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广渠门儿随便走走。师傅，
师傅他愁眉紧锁，黯然神伤。是把我无理无中，心内彷徨。这金河似火炭，把我手烫，又好似虎视眈眈，把血口来张。难道说穿衣嫁女别要反悔？猜不透老爷子是何心肠。莫不是我得意忘形，师傅面前走板荒腔。寻寻觅觅中无路走，定过天长竟无咱手，力追访。难抽如秋水，恨如寒江。世宝，哎，这就是九爷定做的画样，你们瞅瞅。啊，师傅，怎么了？你看这上面画的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啊！你看，什么东西呀、哎，师妹，你看，爹，这活儿咱接了。定钱都给了，爹，这活儿说死了咱不能接呀！我娘的在天之灵不会让咱们接，让杨贵的烧光了半条胡同不会让咱们接，这生咱养咱的北京城更不会让咱接呀！爹，师傅，哎，爹。儿知爹爹心里苦，心里难
妹说的对，虽说咱手艺人不能使刀，也不会放枪，可也不能上赶着当亡国奴啊。这么着，我留下来支应九爷府，师妹不在，这古月轩就烧不成。师傅，您就自当没收过我的徒弟。师哥，师妹，事不宜迟，你们赶快走。师哥，师妹，你们给我撂下！叶师傅在家吗？师傅，爹，你们快进屋躲躲去，快去，快！哎呀，是李爷呀！哎，您来了。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这都1个多月了，那九爷的烟壶也该烧得差不多了吧？啊，李爷，我正常找九爷回话呢。哎，您看这烟壶，能不能换个花样？什么？这2天儿我有点耳背。我是说，这烟壶能不能换个花样？聂老头，合着你是压根儿没动手啊？那九爷的脾气你可不是不知道。再过半个月，你要是还交不了活儿，聂老头儿，你这双手可就悬了。九爷派人催得紧，10万火急急杀人。我与那八国联军有仇恨，又怎能谄媚洋人？我没良心。手艺人也知道洁身自爱，绝不能自轻自贱辱宗亲。我宁愿剁下这只手，也不做这卖国负一人。手，你本是父母所给，你为我聂小轩操劳一世，清白一生。谁成想，就因为你会烧古月轩，现如今是大祸临头啊！手啊，手，我恨你，我恨你呀！沉沉夜，夜沉沉，苦泪花谢心中深。昏昏天，天地昏昏，敢问上苍
何处能做人？生生死死，生生轮回不灭是中火，生生死死，生生轮回不灭是中魂。生生死死，生生轮回不灭是中魂。生生死死，生生轮回不灭是中魂。师妹，师哥，师傅他怎么样了？刚睡着。哦，师哥，就照咱昨儿说的，你去雇车，我去寿爷家。去寿爷家？我有要紧事儿，快走。哎，聂小轩，聂小轩，九爷要的那套烟壶烧得了没有啊？没有，这花样用不得。怎么茬？我是大清国的子民，我不能烧那个。混账！这花样是老子我请人画的。我就知道，刨了你就没第二个人。我说徐焕章啊，徐焕章，难道你就不是大清国的人？是，怎么了？你画这样的花样，那你就能变成那外国种。你家祖坟里的你爹、你妈、你爷爷、你奶奶，就能变成那日本死鬼。你老小子是他妈乱党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没工夫搭理你，赶快把九爷要的这套烟壶给我烧出来。如果误了期限，我要你脑袋！聂小轩，九爷驾到，出营。哟，李爷，九爷，您吉祥。刘奶奶，您吉祥。九爷，您这可是贵族踏见地呀！您坐，您坐，我这儿给九爷九奶奶请安了。罢了，还别说，这小房子还雅静。九爷，九爷，那，我正要上您府上去呢。老小子，你又想出什么幺蛾子呀？回九爷，这老小子竟敢抗命，不烧您这套烟壶。列棍儿，今儿个咱们出来的时候没带着狗吧？说，九爷，小的实在烧不了这个，还是求您把这花样和定银全都收回去。九爷，我说聂师傅，您八成是喝醉酒了吧？怎么尽是醉言醉语的？九爷，您甭跟他一般见识啊！要不是九奶奶给你讲情，就冲你刚才那句话就支俩大嘴巴子。聂小轩，今儿个九爷上南顶赛车，特意绕了个大弯来看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少跟他啰嗦。还有半个月的期限，到时候你要是交不了烟壶，我不收回定钱，我就要你的2只手。开恩呐，九爷！林棍儿，这奔南顶。这，开恩呐，九爷！九爷，我求求您了，我。
脚踢得我断了肝肠。断了肝肠，我梦醒黄了。我王子痛怀绝技是无了，我王子不苟且，正堂。为什么与世无争？与世无争，祸从天降，祸从天降。为什么善良人屡遭艰难，如此下场，如此下场。现而今我哀告祈求无希望，活出一死也不能负了柳儿的娘。要命咱赔上，要手有一双，逼我烧那卖国求荣、忘记祖先的烟壶，你痴心妄想。纵然是受苦刑，进牢房抛爱女，若得个骨肉分离，老金看脸分身碎骨，家毁人亡我无愧上。无愧上，我无愧上苍。好吧，我给你这双手，我给你这双手，这双手，给你这双手，给你这双手。哎呦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光！哎呦，九爷，九爷，哎呀，九爷，那聂小轩把胳膊伸到车轱辘底下，给压折了。这老小子还真够犟的啊！那赶快送到接骨苏去。嗯，您不是还等他烧烟壶呢吗？哎，九爷，
那聂小轩从今儿往后要是烧不了烟壶，那您那套胡家18坡不就是举世无双了吗？啊，干脆趁他晕着的时候，把他2只手给我剁下来。这等等，九爷，那聂老头要是烧不出新鲜的烟壶，您将来放羊就拿不出特殊的礼品，还不让苏王爷把您给比下去呀？那你的意思？要不先把他的胳膊给接上，手一人，手就是命啊！您对他有救命之恩，还怕他不听您的吗？等他把伤养好了以后，我还把他送到大牢里边去，那个地方严实。你们说的都对，这北京城咱是待不下去。走。哎呦，老爷子，就当您这句话了。可是，咱又能上哪儿去？上三河县我奶妈家呀。孩子不也还在那儿吗？啊，怎么还渗着呢？哎呀，老哥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保住了性命，这古月轩断不了。少爷说的对呀。咱这就走。等等，孩子，跟你爹说吧。嗯，爹，休怪女儿不守礼，常规难寻识太急。我与世宝同心同志，兄妹不兄妹，夫妻不夫妻。只要与他拜天地，命团正在同行，免人狐疑。大姑娘这话说的在理儿啊！您这意思是，孩子们的婚事立马就办。好吧，那您就给做主吧。得嘞，大侄女儿，在您家，不都跟您说了吗？是吧？啊，我真是比棒槌多俩耳朵。我说，这都火烧到炕沿了，你还你磨蹭什么？我当然求之不得了。可蛇虎如刀错，我属蛇。你就是属大蟒，我也不怕。那你不怕，我一大老爷们更不怕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老哥哥，哎，我这儿先给您道喜了啊。同喜。原本呢是我的大媒，又是证婚人，还捎带着宾相，那可就全听我的啦。就这么着吧。得嘞，来，您先请上座。哎，那，啊，没事儿，哎，没事儿。哎，今儿个本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可咱们一无花轿，二无亲朋，三无喜悦，是四无宴席呀。大侄女儿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来，烟壶牵红线，骡车当洞房。淑女配才子，福寿永绵长。新郎新娘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子孙满堂。得嘞，婚礼齐了。兄弟，我
哎！走，夜长梦多。娘，咱们走了。您的为人，49城都传遍了，不愧是大清国的子民呐！老哥哥，请受小弟一拜。